它的例假不容易非常严重，因为它可以降低胆固醇，来增加睡眠时间，每日小睡1颗固定可以可以提升我们的健力健。我们中午的时候，如果吃饱饭睡一下10分钟也好，你会不会觉得你醒过来？你有觉得体力充沛？如果不想睡，不想睡，然后谁说？他每次说我只是感受颠簸，但是人家睡眼睛饱满就快，来体能水导，而且觉得这个电子电视因为你如果心血管的心血管疾病的人，不要体能水导，因为你的身体是热的你体能水导，它的收缩太快的话，可能会让你病变，所以这个能水导要看自我自己身体状况而定的来，喝红酒，这个上面前面讲过的预防防止明快，并且降低习惯性疾病的可能性。而且红酒当中有抗氧化剂功能，我们可以边喝边进餐边喝红酒，那是法国人我们不看有没有或者说法国人可以把晚餐吃4个小时，正逢美丽将近，按着你边喝酒边聊天边吃饭，那个来互相，那个来大好的名，那我法国讲正逢美丽将近提纲那每个地方的它的属性不一样，来养宠物养宠物的家庭教育压力。干嘛呢？我怎样？让他们比较高我的内心可以压力所以咱们提高你养它就要爱它，要让它保持干净不要两个夫妻为了每个1、3、5、2、4、6这个该跟这个所有的爱不在就让大法也没有比较很好但是养宠物是真的有的人是比较没有压力，因为他会如果是一个人会跟我讲话叫爸爸，天哪，叫那只狗叫你叫爸爸，我说摆我打什么知道你比较高，你怎么样你叫人家告诉今天叫阿姨，我干嘛好了？叫阿姨，那个今天叫阿公，你看你都搞得有一样。应该有一种温美吧，像我管你家有叫大牛，你要闭嘴，人好吗？他就说我有温美心，我说我对，我有温美心，动物就是动物，我们就是叫动物叫我你这些没有温美心，我说我没有温美心，它是动物，但是它不会叫我，这一点我很 care 对不对？动物就是动物嘛，它可以叫它的同伴叫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听的。好，你为什么单身很长寿？我发现当中，我见过他长寿，因为比较怕死，有没有？就后来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有后来经过我们去看他我还有电话。虽然说他说所谓户外家庭，他也感觉因为频率比较高，真的这样有手艺，然后你今天安做好，结果我压力，其实这个就是提供者你有一个花费的费用，那这次财务有这几样可以。减少我们的老化，各位听起来，这几属性，你吃的适量的话，其实可以让你年轻。你看指标，为什么刚刚澳洲人做有一个数字大法？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设计那个乳酪，设计这个啦，对吧？因为
因为像我们全身的运动啊，放松肌肉，改善什么免疫循环，降低高血压增长几率。啊，所以我感觉有高血压高免疫力在跟体重的我没有说叫未必啊，但是它这个也是叫人家多叫，其实叫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来跳跳，每天原地跳跳50下有好有效，行啊，每天原地跳跳50下，你看你在跳什么？不高兴所以你看，我们要原地跳50下的女人这个没有说男人跳跃不好看吧？基本要每个人都要跳跃一下，跳得高跳得少。那跳跃可以增加我们同步体质的浓度，减少出收的症状所以从今天开始，每个温到都要跳跃一下来热种血液的产生。